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会当搁来到圣殿做伙来敬拜俄罗上帝。咱知，咱的上帝会听，永远无改变，伊就会互咱所拄着的艰苦，一定会改变。咱活靠伊，伫丰盛生活。咱要开始礼拜之前，咱请李牧师来甲咱会前祈祷。三款额头来祈祷。里面听阮的主，阮用感恩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头前。主，阮知经过久疫情的困扰，阮的聚会、阮的服侍，拢受到济少的阻挡。但是对伫今仔日开始，阮的生活恢复正常，阮的聚会、阮的敬拜，也会通照着过去阮甲主你的关系继续来进行。主，阮为这献上感谢，因为你的看顾、你的保守，互教会、互台湾这块土地，拢得到好的看顾。主，阮也恳求你，互阮对这个中间看见主你的祝福、你的保守、你的奇妙的安排，也互阮会通更较坚定来倚靠伫主你。主，要将今仔日的敬拜仰望交托，愿主你看顾。也要通过今仔日的圣礼典，主，互阮搁一摆来思考主阮甲你的关系。主，阮恳求你的圣神临到伫阮的中间，充满着整个的会场，充满伫阮的心中。阮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，愿主祝福。伫你的面头前献上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请大家掀开圣诗的第377首，377首，咱先听词金弹一遍。为第一节来唱。天真饼遐，天是手塞的音幕，是耶稣这做天真饼。迄个真是较短的，好，咱第一节搁唱一遍哦。来，鼓舞大家甘奉献。
首歌是咧写大家爱奉献的即件代志，所以我感觉这歌词蛮有意思的，大家转去会当搁看加看几摆吼。好，刷落来，咱来献到圣诗的第3首。这首伫旧圣诗有写是伫第旧的圣诗的56首，大家应该会较熟。咱先听一遍，听一遍。大家备办先准备礼拜。
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，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石盘，拯救我的，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即时三甲来吟诗，圣诗377首，圣诗377首，鼓舞大家甘奉献。鼓舞大家甘奉献，报答主恩是当然。耶稣诚做天真饼，道成肉体做圣囝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即时，咱用主的祈祷文来祈祷。主祷文伫周报的第7页。阮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即时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59篇，启应文59篇，伫圣诗的后面。启应文59篇，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。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，
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：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。毋过，因拢无信伊，哪会求救伊？拢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趾哪尼啊水？以赛亚讲：主啊，啥物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不过我要问，因检真正拢袂捌听到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即时咱搁三角来吟圣诗，圣诗第3首。圣诗第3首，阿伯兰的上帝。阿伯兰的上帝，全权统治万有，古早就有，直到万世。仁爱的主，独一自然而然，天顶地下同任，着学了我上主性命，永远无尽。请起立吟全首。
请坐。即是咱安静心来祈祷。主爱全能的天父，你是早伫地、即卖伫地、永远伫地的上帝。阮感谢你的恩典，长看关心的疼，赦免一切反悔认罪、归向你的人。阮感谢你，差遣你的圣囝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成就你所应允的救恩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救赎的恩典。今年全世界因为肺炎的疫情，亲像定心带领阮度过历史上的半过节。因为有你的保护，遮坎台湾这块岛屿，保守看顾，互阮搬过这个灾难。阮需要凡事仰望伫你的圣手中，带领阮继续搬过头前侪艰难。阮嘛恳求你，互世界各国的人的心归向你，得到医治。天父上帝，阮嘛感谢你，赐予台湾恩典的自由，充满伫阮的城市。因为自由一定会赢过独裁。感谢主，主你是大牧者，求你引带阮伫遍牧的过程，明白你的旨意。顺服你所要差派互阮文山教会的牧者来牧养阮，上时求主赐福坚固阮所有的事奉，互阮同心同工伫信仰中彼此学习，彼此扶持，常常祈祷，常常读圣经，坚固信心，来得到圣神的启示甲引带，赐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。刚强壮大，做见证，传福音。主爱怜悯的主，嘛求你，互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到你的面前得到安息；互身体欠安、心灵软弱的肢体得到医治甲安慰。互阮伫今仔日透过圣餐，搁较深刻认捌主耶稣你为阮牺牲的疼。阮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敬交托，求主引带圣神充满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圣经希伯来书第10章第1节到18节。希伯来书第1章，因为律法既然有将来好事的影，无遐个物会进行，永远袂会用当年常常兑现3重的罪。互亲近的人得到完全，若是话，就现这个事减无停线嘛。因为服侍的人一下清气，就良心无搁再有罪。若是对遮个祭物，是互人逐年记得罪，因为牛羊的血袂会除去罪，所以以来入世间就讲，祭祀礼物你毋爱。你捌甲我备办身躯，小罪甲赎罪祭，你无欢喜。迄时我讲，你看我来啦，我的事记载伫册呢。上帝，我来是要行你的旨意。顶面已经讲，祭祀甲礼物、小罪甲赎罪祭，你毋爱，也无欢喜。这个是
照律法来行的。后来讲，你看，我来是要行你的旨意，伊是拄去大成的，要设立帝后的。伫即个旨意，对耶稣基督一摆献身躯，咱得到成圣。11节，搁见若祭司逐日徛地来服侍，豆豆献遐个三重的祭，就是永永远远拄去做的。独独基督既然献一个祭到伫永远，就坐伫上帝大屏。以后听候伊才会对着下做伊的骹踏椅，因为伊用一摆献祭，互遮个成圣的人永远做完全。圣神甲咱做干净，因为伊已经有讲，主讲，遮个日了后，我甲因所要立的约是即个：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，刻掉伫因的头脑。后来就讲，因的罪恶、因的不法，决断无过纪念。遮个既然赦免，就无过为罪献祭。只是请圣歌队来献诗，阮即世代的祈祷。
讲道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李牧师。请咱做伙额头来祈祷。主，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运行伫阮的中间。恳求你通过你的话语，启示阮每一个人。互阮来到伫你的面头前，阮的心安静，阮对你领受你的恩典甲疼痛，你的安慰甲祝福，你的引带甲带领。主，阮要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，求你通过你的话，亲身启示阮每一个人。伫你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我对以前我伫咧想一项代志，如果我若毋是对细汉就是基督徒，我即马到底会是基督徒啊未？我相信甲我共款，对伫妈妈的腹肚内面，就拢已经伫教会伫出入的人，大概拢小可会想即个问题。到底我若毋是一开始我就是基督徒，安尼我已经伫即个社会内面伫走总，已经受咱的民间信仰加加减减影响，而且我相信我毋是一个无神论的人，所以我大概伫想象我是一个。应该嘛是一个拜佛，也是拜拜真虔诚的人。我感觉我是即款的人。当然有迄个机会认捌主无，我毋知影。但是这是一个有心内有上帝，也是讲有想要找一个上帝的人的心，应该会有的一个行动，也是反应。毋望。找到一位真正爱上帝，毋望找到一个神，会通来倚靠，会通来敬拜。所以我相信我伫细汉的时阵，我伫教会内面出入吼，我对伫即个信仰，我着真少有迄款的犹疑，所以我真单纯相信主耶稣老师所讲的这个圣经故事。伫台仔顶牧师伫讲道的这个道理，上帝伫我的心目中是神圣，袂通冒犯的。所以我伫细汉的时阵有一个足趣味的想法：圣经是真神圣的，圣诗嘛是真神圣的。我看到有人摕圣诗内底字吼，我会感觉讲足奇怪，谁伊开敢？甲圣诗摕来住伫下骹，甚至我感觉连周报，都拢是真神圣的。迄个周报袂使黑白乱拗，乱拗，是无爱拢收好势。所以有一摆我伫教会会定人看到一份周报，去互等伫涂骹，去互打甲垃圾的时阵，我感觉足奇怪。为怎样？较有人敢打周报？迄算毋是上帝的物件，迄算毋是上帝的物件。所以迄是一个对伫细汉的时阵，对伫教会内面大汉，对伫上帝一个感觉讲真敬畏的心。当然我等开始大汉了后，我就知影讲，圣经所讲的这个物件，甲我所学的，其实是有冲突的，其实是有冲突的。但是我嘛知影讲即个冲突伫迄个信仰的中间，甲伫一般咱日常生活的内面，好亲像是会当甲分互开。上课的时阵归上课，老师也会答案，课本上的答案我嘛了解。圣经内面所讲的，伫主日的时阵，伫教会活动的时阵，我嘛会通接受。所以两边我慢慢拢去接受。但是嘛，渐渐咱来大汉的时阵，即款的冲突。就会哪来哪直接，甚至到伫神学院的时阵，我就开始会去甲老师问一寡真尖锐吼的问题。遐个问题，老师神学院老师会当做神学院老师嘛是足厉害，所以因拢会甲我回答。
有当时会是重点，回答着重点。有当时伊有回答，好亲像是无回答共款吼。咱头尾拢无安尼吼。但是迄个过程的中间是对信仰的一种的追求，一种的思考。直到我开始牧会的时阵，开始会拄着一寡挑战。迄个挑战毋是对细汉到大汉的兄弟姊妹来的挑战，迄个挑战是对打入教会未信者来的挑战。所以因常常真直接的问，因直接的挑战，是安怎这袂使，是安怎迄袂使，是安怎一定要安尼做，是安怎袂使安尼做。有当时因在问的时阵，会互我忽然间闪一个讲，嘿，对啊，是安怎较袂使安尼做？咱伫教会内面，咱有足多的传统，对无？即个传统咱拢已经遵守咱感觉讲即个传统真好所以咱嘛照安尼遵守。如果若要改变即个传统的时阵，开始就有一寡冲突。用一个上简单的咧，大概足多教会。要换椅足歹换。即项代志大概是足公开的秘密啦吼。咱有当时喺教会因为空间的因素爱换椅毋望迄个活动，也是讲要做一寡聚会会通搁较方便，会通搁较好势。换椅但是要换迄个椅有当时对伫一寡教会来讲足歹换。因为迄是传统礼拜所有爱有的物件，迄是一个敬畏上帝伫即个神圣的空间的内面，一个真重要的，好亲像是象征。因为爱有迄个物件伫咧，即个所在、即个空间，才有迄个神圣的感觉。换掉了，迄个神圣的感觉，改成咧就无去换掉了，迄开始咱的礼拜堂。迄开始咧敬拜上帝的所在，迄变做是一个活动的空间，迄变做是一个无够神圣的所在。所以开始就会有一寡冲突。开始面对伫因的问的问题，我就爱开始用心去想，要安怎来回答因的答案。有当时会当回答，有当时嘛爱学新学院的老师因迄种。我嘛毋知影什么款的答案。毋过后来我发觉对我家己抑阁是爱面对我家己甲上帝迄个关系，是就是，毋是就毋是，知就讲知，毋知就讲毋知。所以伫迄个教会的内面面对着遮个兄弟姊妹的问题时阵。其实我真爱兄弟姊妹问我问题，我真爱兄弟姊妹伫迄个信仰的中间，若无清楚的所在，会当提出来甲牧师问。因为我发觉有当时兄弟姊妹问的问题，我过去根本毋捌想过，我过去根本毋知影，嘛毋捌去应该讲，对细汉到大汉，我毋敢去质疑信仰的物件。咱会通知影讲，一个囡仔连周报都拢会感觉讲，迄是一个足神圣的物件，伊敢去质疑教会任何的事吗？足多的代志，敢若藏伫心底，毋敢摕出来问，毋敢问。一直到伫大汉，哪来知影讲迄个权威是会当挑战的时阵，伫新学院的时阵，也是讲伫教会内面。阮牧会牧师嘛是真欢迎阮在甲因问遮个问题，所以才会渐渐甲遮个问题提出来。但是抑阁是有足侪物件，其实是藏在心中毋敢问。足侪时阵是当无道友因在问的时阵，然后互我摔一个讲，着过去我甲是这嘛是我的问题，甲是过去迄嘛是我的问题，也是讲我根本毋捌想过遮个问题。这个问题中间有一个，其实甲今仔日咱有关系，
就是咱今仔日要修圣礼典，旧约的中间常常咱知以色列人因是用献祭来赎罪，因用献祭来赎因的罪。但是咱有发觉无？到伫新约了后，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，搁我上天了后，咱就无需要搁再献祭，咱就无需要搁再献祭。咱用啥物款的方式？咱用祈祷就会使，敢毋是？当咱若做了毋对去的时阵，当咱若感觉讲咱的心中有迄个犯罪的感觉，当咱若感觉讲咱甲生咧真艰苦心的时阵，有亏欠的时阵，咱伫祈祷的内面，咱会主祈祷，然后咱伫圣神的内面得到安慰甲帮助，咱知影讲咱有得到赦免。这是咱即当阵所用的方法。旧约的时阵，因用献祭；伫新约的中间，天主教无啥共款。天主教因也阁有神父，会当听人告解，听人去讲因心中的迄个罪恶。伫迄个中间，因也阁会当举行一个叫做修好圣礼、修好圣礼。通过即个圣礼，神父甲伊宣读赦罪经，然后甲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。至少天主教因也阁有即款的仪式，互人会通知影讲我的罪已经得到上帝赦免了。但是对伫咱长老教会，也是讲伫新教的内面，咱常常敢若是家己内心的祈祷，向上帝来祈祷，互咱的心得到透放。如果咱的心得到透放，咱就知咱已经得到赦免。对伫一个人是毋是会通得到救？伫旧约的内面，因爱遵守足多的律法条例，即项爱遵守，迄项爱遵守。若无遵守着，好亲像就是袂当得救。但是即马对咱来讲，改成个真简单，只要圣经内面讲，只要喙内面若有承认，心内面若有相信，安尼就会使得救。无需要亲像旧约讲爱杀羊、杀粉鸟爱搁带，甚至爱带一寡活的祭物。去到伫会堂来请祭司来帮忙，伫迄搭遐甚至是会堂爱搁准备即个羊羔，互要来献祭的人，可能伊厝内无有即个好的羊羔，也是讲无有合规矩的羊羔，因会通来到伫会堂的所在，会堂的外口伫迄搭遐买。如果咱即当阵来，抑阁是伫旧约的时代时，咱的教会的埕大概拢爱开一位出来吼，迄位爱饲羊、饲牛，佫袂使饲大只，爱饲细只，爱佫有粉鸟肚，因为咱若要献祭，咱会当伫迄搭遐来买，迄是牧师，迄是祭司，因已经审核过，然后咱通过安尼，咱才会使来得到赦罪。对伫我来讲，我上大迄个一个交疑是，为虾米耶稣会通代替这旧约的祭物？为虾米咱伫新约的时阵，耶稣基督会使代替旧约以色列人因要献祭这个祭物？迄个效力对啥物所在来？这个效力会过期无？为什么耶稣基督伊安尼一摆的牺牲，会通诚做全世界所有的人的救赎？毋是诚做100个人、1000个人、10000个人，是这个世间对咱开始相信耶稣基督，开始一直到伫将来世间的末日。咱想看嘛，到底有偌侪人，到底有偌侪条的灵魂，迄是咱无法度去想象，无法度去算的。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人会通做遐尼侪人的赎价？旧约的这个祭品只有100个功效尔定。你即届献粉鸟后一届来，你嘛是爱搁重新来献祭。
后一摆你嘛是爱搁献粉鸟啊，还是献羊羔，伫迄个所在来赎你的罪。而且咱袂使亲像即马咱真方便伫迄个超商内面吼咱 APP 拍开讲我先买啊啦，买10只迄个粉鸟啊，然后我一摆献的，献了寄伫迄个所在。后盖来的时阵吼，迄个 APP 拍开讲我你来看，我即台只阁有1杯，我只有10杯，我只有100杯，会当用100届，袂使。大概拢着爱新的，大概拢着爱照着家己的感受的罪过，带着适当的祭物来到伫上帝的面头前。祭物的效力袂通寄伫迄个所在，嘛无人安尼做。但是耶稣诚侪赎罪祭的迄个效力有伫咧无？对伫2000年前到伫即当阵有去互伊减少去无？伊迄个牺牲，迄个救赎，到伫即当阵，甚至到伫咱所知的将来，敢有去互减少去？拢无，永远伫地。一摆牺牲，永远有效。唯一的一个就是你要相信伊，要来领取即个救赎无？我毋知影咱兄弟姊妹是毋是去互我安尼讲的，哪讲哪糊涂，还是讲原本无有啥物款的怀疑的人，即马开始怀疑起来，讲这真正为虾米会有即款的情形？还是你过去甲我共款有即款的犹疑，但是即当阵你已经有你的答案嘛？我想，真实的答案伫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为什么耶稣会使，别人袂使？今仔咱所读的希伯来书，其实伊讲甲不止啊清楚。今仔第1节甲第2节伫遐伫讲，因为律法既然有将来好事的影，无遐物的情形，永远袂用当年常常得献3重的祭，互亲近的人得到完全。若是话，就献祭的事减无停煞吗？因为服侍的人一个清气，就良心无搁再有罪。现代中文译本伫写可能写较清楚，伊讲律法毋是真实的物的完整甲确实的模样，是将来美好的事的影。同款的祭物，年年无停止来献上，律法阁会通安怎照着这个祭物，互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得到完全？如果敬拜上帝的人的罪拢真正得到清气，因就袂阁再有罪的意识，一切献祭的事也会通停止。旧约中献祭是律法的是这个规定伊是无完全的，因为伊需要一摆一摆来献上。希伯来书伫即来讲，如果伊若真正是完全的，人迄个罪应该爱得到清气。即个罪若得到清气，应该咱就袂阁再有想要犯罪的即个念头。迄个包括罪，迄个犯罪的想法、概念、意识，拢爱对咱的中间来得到清气。所以，一个真正若得到清气的人，应该就袂犯罪。若袂犯罪的时阵，就无需要搁再继续献祭。所以，伊咧讲这个献祭的动作，只不过是互咱想起咱是罪人，咱是罪人每行一届献祭，就想起家己是罪人。当年的献祭，就当年想起家己是一个罪人。因为这个精神的血是为着咱的罪流的，但是这个精神的血袂通完全除去咱的罪。所以这个经文的意思，伊咧讲献祭的制度是将来美好的事的影，但是毋是真实，所以无人
会通得到完全，迄是一个影尔定，迄是一个意思教尔定，无法度互人得到完全。现在是现在的继续，伫显明讲，即个现在的制度会无法度啦，会无能，因为伊无法度一摆就将人所有的迄个罪来除去。现在这物件就是要互咱想起家己的罪，一项的罪、两项的罪、三项的罪。这个赎罪日，这个礼仪。互咱会通清楚知影讲，咱就是一个无完全的人。保罗伫罗马书第3章20节，伊嘛有讲起讲，律法原本是互人知罪的。律法的规定，毋是要互人得救。律法的规定是互咱知影讲，即个袂使做，迄个袂使做，这是罪，迄个嘛是罪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，现在制度的这个诫命，是互人当年受起迄个罪。其实甲保罗所讲的，其实是真共款。逐个人拢知影讲，每一届的宪制无法度完全赎咱所有的罪。即届的罪，即届赎甲成个进前所犯的罪，但是后一届咱会继续犯罪，所以伫后一届咱的宪制继续来赎回咱的罪。耶稣基督伫即个世间，其实伊嘛有讲过讲，现在的即个制度，毋是上帝所真正以爱的。伊要除去即个现在的制度，定新的约。第10章第50到第9节这段的经文，其实是对诗篇第40篇第6节到第8节伫迄台遐来引用的。作者甲即个诗篇的话当作是耶稣到即个世间的即个对照。这篇的诗篇去互看做讲对有迄个预言性。耶稣基督来是要设立一个新的约。伫旧约，咱知影讲需要常常来献祭，常常重复来做即个动作，为着要消除人的罪恶。即个仪式虽然咱感觉讲有伊的功效，但是常常做，一摆搁一摆做，重复在做，就表示讲咱爱常常去维护伊的功效。若无，迄个功效就失去。咱总是会望讲。无，咱是毋是有迄个法度？咱一届就完全，咱无需要一摆搁一摆，一摆搁一摆伫迄台遐献祭。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上帝找伊的独生囝来到伫咱的中间，互咱有即个机会。伫第10章12节到13节，伫遐讲，独基督既然献一个祭到伫永远，就地伫上帝的大屏以后。听候伊才会对得下做伊的骹踏椅。耶稣基督献上一摆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坐伫上帝的正面，伫迄内底听候上帝，互伊的对得屈服伫伊的骹下。咱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伫即个世间，完成伊的任务了后，伊就坐伫。迄个坐地，已经改成个坐伫迄台遐，无要做代志。但是迄个坐地，共款，互咱会通感受到耶稣基督非常有把握。我做完即件代志了后，就完全了，就无需要搁再加什物款的动作。伊已经得胜啊！准讲改成个抑搁有做。改成个抑阁有一寡无，咱感觉讲，为什么伊会通等坐伫迄台遐？伊无需要搁再做啥物吗？无需要搁再甲罪来对抗吗？个耶稣基督的行动，得甲咱讲，伊已经得胜，伊已经得胜，无需要搁再有啥物款的动作，无需要搁再有啥物款的行动，无需要搁再一摆一摆来献祭。无需要重复来做同一款的代志，即个救赎的功效
已经得到永远啊！而且，这个救赎的功效是用约的形式，要放伫咱的心中，记伫咱的脑海中间，借着耶稣，上帝无搁再记牢咱的罪恶甲过犯。伫第10章第16节到18节，伊安尼讲主讲，这日了后，我甲因所要立的约是即个：我要将我的律法下伫因的心，刻伫因的头脑。后来就讲因的罪恶，因的不法，决断无搁纪念。这个既然赦免，就无搁为着罪献祭。咱的主讲，伫以后这个日子，我要甲因立的约是安尼：我要将律法放伫因的心中，写伫因的头壳内底，无搁再写伫迄个纸的顶头。是逐个人的心中拢有上帝的律法，迄是上帝放伫咱的心中的，迄是上帝互咱对咱的心底知的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当咱咧做代志的时阵，有当时咱的心会甲咱提醒，这毋是诚侪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做的。咱的心会甲咱提醒讲，咱安尼做敢好？这敢是下伫上帝的教示？咱的心会甲咱提醒讲，是毋是我无应该安尼做？上帝将伊的律法，将即个约放伫咱的心内，写伫咱的头壳内底。毋尔安尼，上重要的一项代志是咱的上帝甲咱讲，我无搁再记牢因的罪恶甲过犯。今仔日伫咱的中间，咱会搁再犯罪无？会啊，包括牧师再来，会做了毋对去会犯罪无？有啊，有可能啊。牧师无可能讲，无法度甲咱讲，我无可能犯罪。那无犯罪就是一个圣人啊，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啊。我无可能完全，我抑阁是会有做了毋对，会有犯罪的时。但是为虾米无需要搁再一摆的献祭？因为咱的上帝甲咱讲，我无搁再记牢因的罪恶甲过犯，我无搁再记牢，无搁再时时刻刻伫迄个所在讲某某人，你今仔日做了毋对去，某某人你问仔载啥物代志，你前一工做啥物代志，安尼毋对，一项一项记牢伫迄个所在。上帝讲，伊要赦免咱的罪，所以无搁再需要救赎的祭物，无搁再需要救赎的祭物。借着耶稣基督，上帝无搁再记牢咱的罪恶甲过犯，这个罪恶甲过犯得到上帝的宽赦，咱就无搁再需要献祭。为怎样？是咧，为怎样咱？伫迄个耶稣基督来之前，以色列人因一定爱当年的献祭，一年可能爱献几啊家的祭，为着家己来献祭。但是伫耶稣基督来了后，咱就无需要搁再献祭。希伯来书甲咱讲甲真清楚，上帝将伊的约写，伊的律法写伫咱的心中，时时在甲咱提醒，而且上帝的慈悲怜悯，伊无搁再记牢咱的罪恶甲过犯。这个代志得到上帝的饶赦，就无搁再需要献祭。今仔日咱要守圣餐，兄弟姊妹可能嘛会感觉讲，咱毋是有哪常常在举行圣餐嘛？举行圣餐甲献祭有啥物款的无共？当然有啊。耶稣讲。用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时阵，讲咱若行即个事，为着啥物货？为着要纪念耶稣基督的牺牲。咱行即个目的，毋是要赎罪，咱行即个目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牺牲。有耶稣基督的牺牲。咱无需要一届搁一届、一届搁一届来献祭伫上帝的面头前，求上帝的怜悯甲赦免。有耶稣基督的牺牲，
咱才会通有得救的愿望。咱守圣餐是为着纪念耶稣基督，为着纪念耶稣基督，为着咱的牺牲。咱的教会无迄个传统，咱的法规嘛无规定讲无守圣餐就袂得到救赎。咱袂因为讲即个人，伊讲伊信主啊，伊拢无守圣餐，所以伊无法度得到救，无，这无关系。这甲现在无共，咱会通真自由来选择要参加对一摆的圣餐。一年的圣餐几若改？为什么要遮尔侪改？咱知影讲，咱若有请到牧师，牧师一年内面，同无爱伫教会内面举行6摆的圣餐。为什么要举行6摆的圣餐？无牧师的教会2摆圣餐就会使啊？为什么有即个差别？其实遮尔侪届的圣餐是要互兄弟姊妹会通一年内面至少，你会通经几届你时间方便的时来参加圣餐。咱可能无法度逐摆拢参加着，咱可能有时间的问题，咱无法度逐届参加着遮个圣餐。但是至少，你是毋是有一届，经一届会通来参加即个圣餐，为着要纪念耶稣基督，为着咱的牺牲。伊提醒咱，耶稣基督带予咱是永远有效的赎罪祭。我想这是咱要守圣餐的一个足重要的目的甲提醒，为着要纪念耶稣基督，为着咱的牺牲，为着要伫即个所在知耶稣基督带予咱的是永远有效的赎罪祭。求上帝祝福甲帮助，也通过咱的圣礼典，互咱搁一摆，甲咱的主同坐道，互咱搁一摆伫同坐道的时阵，咱来纪念耶稣基督为着咱所做的牺牲。三角额头来祈祷，主，阮恳求你的圣神提醒阮，也帮助阮。当阮心中有犹豫的时阵，你互阮对圣神得到提醒，得到确信，来倚靠主你，也愿主你的灵继续来扶持帮助，通过主耶稣基督牺牲的提醒，阮知阮已经得到一款极大的救恩，就是永远赎罪的救恩，互阮常常纪念。互阮常常自我提醒，也愿主你的话、主你的约刻条伫阮的心中，成做阮的帮助。伫你面头前献上阮的祈祷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免。求主将你的话刻条伫阮心。下面咱要来进行圣礼典，咱要来请兄弟姊妹做伙来吟圣诗363首。圣诗363首，我想咱坐伫吟，咱来吟第1节甲第2节，请咱的小会员来准备。三角伊的饼乱当时来归落，
三角啉杯，咱当心来归乐。三角啉杯，咱当心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建立属伫伊的教会备餐者，三国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犯了规五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恁见若着我担重担的，就就问我，我要互恁安息。要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得到饱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，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讲，即个是我，即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设立的，见来啉的时，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，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，有摕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大声来感谢上帝。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杯。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会通诚侪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，通荣耀你的性命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来请小会员来头前准备服侍。
宋琴有摕到吼，苏琴有摕到吼，苏琴有吼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三角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色入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请小会员来服侍。
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血洗入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做伙来领受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的基督的平安，甲咱每一个人送到地底，咱做伙来祈祷。阮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的身躯的一体，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所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打以后会通荣光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咱做伙来吟363首全首吼，请咱做伙起立，咱来吟全首圣诗363首。阿爸饼，咱全心来归乐。三甲八饼，愿全心来归乐。三甲啉杯，咱同心来归乐。三甲啉杯，咱同心来归乐。当我见先归乐，民情早更明。同心来归乐，三甲无乐，咱同心来归乐。当我见先归乐，民情早更明日头。请坐，咱将时间交互师会。咱即时来圣餐的奉献。
煞接咱今仔日的奉献。即时我来报告，伫报告的大声，请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伫酒簿的第2面，后来讲，你看，我来是要行你的旨意，伊是拄去大声的，要设立帝后的。希伯来书10章9节，后来讲。你看，我来是要行你的旨意，伊是拄去大声的，要设立帝后的。希伯来书10章9节，请咱来看后周的圣工分担。后礼拜咱有服侍的同工，请咱家己斟酌来看吼。讲过整理的部分是郑英妮牧师。后主日礼拜是主理郑英妮牧师，题目是基督的门徒，圣经信息启用，请咱家己来看。拜三的查经祈祷会，题目是恩典中的愿望，经文咱家己看，主理是咱的黄传道，司会是柯冠成执事。请恁掀开第6页。第6页教会消息报告。第1点，本主日礼拜举行的圣礼典，今仔日的圣餐奉献是要为着新农照顾中心来奉献。第2，音控教育训练，伫6月14下晡1点要举行音控教育训练，请音控同工甲对音控服饰有兴趣的兄弟来出席参加。第3，
圣诞节筹备会议，定伫6月21要召开会议，邀请礼拜组的长老、执事甲各团契的会长出席来参加，方便讨论。第4，后一季的圣工服侍表，请咱各团契伫6月14进前交互干事。第5，夏季儿童营招生，今年度暑假夏季儿童营要定伫7月16、7月17，吼，拜4拜5。欢迎兄弟鼓励咱厝的囡仔大班以上的报名参加。礼拜后会当到1楼领取报名表。第6，请教会兄弟伫个最后离开教会的时阵，请务必吼爱顺咱的门啊，咱的门、咱的窗吼，水冷气有关无吼？咱做伙来维护教会门禁安全。第7，教育团契组的消息通知，因为有讨论决议课程吼有一段落的安排，阁拄着7月、8月暑假，成人主日学预定伫9月开课，课程吼是探讨耶稣的生平吼。第8，恭喜6月份的寿星定伫第9夜。咱家己来看，若有漏，甲咱的干事讲一下。第9，总会事工的奉献主日，下主日礼拜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，请咱的兄弟准备心，请继续为着教会机体交通甲代祷来事项的祈祷吼。其他的部分，咱请家己来看。奉献的部分，若有出入，会用请甲咱的出入来订正，也是甲干事讲。咱今仔日有新来的朋友吼，无？这是咱来吟刷尾面的诗392首，吟诗刷请李牧师来祝祷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。但愿平安的上帝，就是捌伫永远的约的会，对世人中带羊群的大牧者，咱的主耶稣搁起来，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，搁对耶稣基督伫咱的心内行代志，得到欢喜伫伊的面前，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煞。阿免。谢谢。